那圣诞都到了，圣诞都靠我上帝嘅愛。在熱必特書2頁4節咁樣講到，佢自家登山開始家嘅罪惡，在佢嘅新行嘅啲，在十字架嘅。嗱，為了咩呢？為了自家唔係本嘅罪惡控制，自家唔係做罪惡嘅方面嘅裏面，但係自家生財在真理裏面，透過佢嘅變相，自家嘅心得到愈合。那自家相信耶穌最特性嘅人，因為自家罪惡本佢十字架嘅出嘅新行嘅擔力，自家相信佢自家心中你得到醫治，得到好。那佢醫治自家嘅心得到恢復。那所以呢，自家都係相信耶穌基督係自家嘅救主，係自家上帝，係自家天父。都係自家得到最大嘅福氣、最好嘅恩典，自家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因為佢來了世間，死出世界，3日然後放生，隆重嘅做一切，都係為了自家人類相信佢實得救。阿門。